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0月1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6篇，俄巴第亚书第1章第10节到16节，启示录第8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苦杯。苦杯伫圣经内底意思是代表着苦难。亲像耶稣基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，你讲爸啊，你若愿意，就将这个杯刷走。这个杯就是咧讲耶稣基督将来要面对的苦难，是死亡的挑战。事实上，毋是耶稣基督赢袂过苦难甲死亡。乃是上帝的旨意，要借着耶稣基督来赢过死亡的权柄，互人通倚靠上帝的权柄。但是选民犹太人却伫因的性命中间一再来离开上帝，拒绝救恩，家己就爱去面对所选择的道路中间的苦难，甚至俄巴底亚提到着以色列人的罪甲刑罚。俄巴底亚书第1章第10节到16节安尼讲着：因为你残害家己的兄弟雅各，你会见笑甲必死。永远受毁灭。对着公判伊的城门的时，你点点徛在看。外族抢夺奔耶路撒冷迄日，你竟然插一脚。你的兄弟拄着灾难迄日，你毋应该徛在看。犹太人受毁灭迄日，你毋应该欢喜。因拄着灾难迄日，你毋应该甲因踢笑。我的子民拄着灾难的迄日，你毋应该入去因的城内。因拄着灾难迄日，你毋应该徛伫看因受苦。因拄着灾难灾厄迄日，你毋应该抢夺因的财物。你毋应该徛伫十字路头砸逃难的人，嘛毋应该伫灾难的日将难民交互对敌。上主判万国的日期到啊！伊当啊，你是安怎对待人，人嘛要安尼来对待你。你安怎做？嘛要安怎受着报应？恁伫圣山所啉刑罚的杯，周围的列国也嘛要洒落去啉，因会继续啉，灌甲醉，到伫地面消灭。苦杯是苦难，嘛代表着上帝的刑罚，或者是讲人所选择苦难的路也是结果。约翰伫这个启示的中间，也提到着末后的世代，人将来要转去到伫上帝面头前来祈祷上帝，并且来献上芳芳的祭。但是天使将会用这个香炉来等伫个地上，然后就产生来降雷、死那、地动等等的事。启示录第8章第1节到第5节安尼讲着：第7个封印甲金香炉，羊羔开第7个封印的时阵，天静静约略半点钟久。后来我有看见7个天使徛伫上帝面前，因有领受7支的喇叭。阁有一个天使来，手提金香炉，徛伫祭坛前，领受真济的香。
通甲正信徒的祈祷做伙献伫宝座前金祭坛顶悬。香会烟甲信徒的祈祷对天使的手请到伫上帝的面头前，然后天使摕香炉填满祭坛顶的火，甲伊ฮ็落地，随时有弹雷声响，四纳甲地动。这个记载是指着将来的审判。将来有7个天使举7支的喇叭，拨伫遐来宣布审判的信息。这个场景也亲像咱伫出来及记看到记载上帝临在的场景，也亲像出来及记34章摩西因为以色列人做偶像敬拜偶像来受去同一款。有雷咧弹，有四纳甲烟硝。伫迄个时阵，上帝宣布伊的处罚。诗篇26篇，正直的人祈祷：上主啊，求你判我无罪，因为我有照正直伫行。我倚靠上帝无摇动。上主啊，求你监察我，考验我。求你查验我的心思意念，因为你的慈爱伫我的目睭前。我有照你的真理伫行，我毋捌甲虚假的人做伙坐，嘛毋捌甲假好的人斗阵。我厌恶甲歹人结党，无爱甲恶毒的人坐做伙。上主啊，我洗手表示无罪。说你的祭坛参加礼拜，我用感谢的诗歌颂赞，讲起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上主啊，我喜爱你大的厝，喜爱你的阳光临在的所在。毋通将我的性命甲罪人做伙消灭，毋通将我的活命甲歹人的做一个消灭。因的手不是最歹，因的正手逐所在咧受报罗。若是我无照上正直来行，我要照正直来行。求你救赎我，怜悯我。我的骹徛伫病榻的所在，我要伫大会中来称赞上主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成做一个圣洁的人，无离开上帝的正道，诚心实意来追求上帝的救恩。愿上帝请阮做忠心，无爱互上帝来灰心。求主帮助，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